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接受印美专访，强调藏人民众不会接受由中国选定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敦促纽约藏汉学生实践利他主义，以获内心平静。达赖喇嘛尊者接见欧美信众，强调慈悲与快乐之间的关联。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先培养内心慈悲，才能带来外部非暴力行为。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台湾总统连任成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致函祝贺蔡英文总统连任成功。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致函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中共推出民族团结法，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秘书长反驳。人权观察发布2020世界人权报告，谴责中国威胁其全球人权状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接受印度媒体的独家专访，提及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并再次强调藏人民众不会接受由中国选定的达赖喇嘛。上周日1月12号，正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展开弘法行程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地的住所内接受了印度媒体 Stress News Global 的独家专访，提及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并再次强调藏人民众不会接受由中国选定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尊者在多个场合就曾明确指出，由中国任命的达赖喇嘛不会是藏传佛教的合法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是北京政治的核心，因为这将意味着对藏传佛教的空前控制，从而进一步控制西藏。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达赖喇嘛尊者在专访中对记者指出，虽然中国占领了西藏，但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控制不了我们。同时，尊者谈到了自2011年从政治角色退休以来，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演变。尊者指出，民主是建立现代政府制度的必要条件。就民主实践而言，达赖喇嘛尊者指出，流亡藏人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我们拥有自由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因此我们西藏人更加先进。这在实行集权制度的中国和中国统治下的西藏是不可能的。在专访中，达赖喇嘛尊者还指出，藏人的决心非常坚定，新一代藏人的决心和上一代人一样坚定，并称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他们过去近70年的西藏政策是不现实的。针对西藏问题，尊者强调，藏人不再寻求独立，而是寻求以中间道路政策为基础，互换双赢的执政政策，并断言西藏境内的藏人民众必须也应该有权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当被问及返回西藏的计划时，达赖喇嘛尊者肯定，现在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甚至更为严重，强调他享有印度的自由，是在印度居住最长的客人。此外，本周二1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通过视频电话向在美国纽约的藏人和中国学生给予教导，再次提及人类一体性理念与全球责任观，并敦促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利他主义，以获得内心的平静。在谈到世俗伦理和全球责任时，达赖喇嘛尊者指出，现代世界非常重视外在物质的发展，同时又排除了内在的和平。达赖喇嘛尊者称，世界上的主要问题基本上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同样，人类也有能力通过运用各自的智慧和同情心来解决这些问题。尊者指出，有必要将内在价值观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纳入教育领域，
并要求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利他主义，以获得内心的平静。接着，达赖喇嘛尊者还谈到了如何克服狭隘和自私的心态，并强调透过建立在人类一体性慈悲理念上的全球责任观的必要性。尊者以藏中间的关系为例，指出在经济上，中国可以帮助藏人，反过来，中国可以从藏传佛教中受益。但是，尊者强调，中国对西藏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的强硬政策是不现实的。尊者一直敦促他的追随者们成为21世纪真正的佛教徒，而不是盲目信仰。另外，1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数百名来自欧美的信众与游客。达赖喇嘛尊者向大家强调了慈悲与快乐之间的必然关联，因为快乐的基础就是慈悲，人的根性为善，因此慈悲令人快乐，愤怒有害身心，这些皆有科学根据。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个人快乐必须建立在集体安康与彼此关爱之上。尊者强调，这些并非宗教观点，而是人类共有的经验与常识。接着，在1月1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在印度管理研究学院菩提迦叶分校向该校师生与嘉宾发表演讲，阐释印度古代文明与当今社会之关联，强调先培养内心的慈悲，才能带来外部的非暴力行为，并鼓励年轻一代将印度古文明中对内心情绪的培息与现代教育所注重的外在物质追求结合在一起，造福各方。与此同时，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于上周六1月11号落幕，民主进步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以817万票成功连任，创下台湾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以来的最高票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月12号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致函，祝贺蔡英文女士再次当选连任台湾总统。尊者相信，在蔡英文总统的继续领导之下，将能够为台湾人民取得进一步的和平与繁荣。尊者在信函里提到，关于坚守基本民族价值，在此赞扬台湾人民不仅实现了蓬勃发展的强大民主，而且台湾人民在经济、教育领域以及在保留其丰富的传统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尊者还表示，尽管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同样的复杂和困难，我觉得二者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同样，以民主选举产生的流亡藏人领导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随即致函祝贺蔡英文总统连任成功。司政罗萨桑格在贺函中对蔡英文总统在推进民主自由、平等和捍卫民主方面的卓越领导表示钦佩，并强调蔡英文总统的连任提醒人们对民主的信念以及信念的力量。贺函最后，司政罗萨桑格还对台湾政府和人民对流亡藏人的慷慨援助和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也于1月13号代表西藏境内外全体藏人民众致函祝贺蔡英文总统在此次的大选中取得胜利，连任成功。议长白马琼乃在贺函中写道，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对台湾人民施加压力，阻止他们选择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但此次蔡英文总统已创下台湾历史上最高票数获胜，这是对中国对台政策强烈的反冲。议长在贺函中进一步写道，这一胜利证明了您的卓越领导能力和领导台湾民主治理的决心。我也向台湾人民表示祝贺和赞赏，感谢他们为改善自己的未来竭尽全力与各种困难作斗争。中共当局于近日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并于上周六1月11号通过一项所谓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
同时还宣布该条例将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实行。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制定这一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和治边稳账的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是酬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顺应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热切期盼。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阿日亚谴责了这一新的民族认同法，称其为旨在彻底使青藏高原中国化的种族清洗措施。秘书长批评该条例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宪法。秘书长阿日亚指出，中国在对西藏60年的占领和镇压中没有实现的目标，现在他们正试图通过这一压制性的条例来实现目标。秘书长强调，该条例旨在通过民族清洗实现西藏高原完全中国化。通过这项条例，中国希望通过有系统的国家支持的汉族移民到西藏来获得合法性，以此减少西藏民族否认藏人的正当身份，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中国宪法。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美国时间周二发布2020年世界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强烈谴责，称其威胁全球人权状况。报告描述了中国统治下的包括西藏、东突厥斯坦和香港的大规模打压、任意拘留、监视和限制宗教自由的情况。今年的主题报告题目是“中国政府威胁全球人权”。报告长达652页，评鉴近10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报告列举了2019年西藏境内遭严重践踏的人权状况。报告强调，中国当局继续严格限制藏人的宗教自由、言论、行动和集会。报告阐明了中国当局滥用法律错误的逮捕和折磨合法要求其经济和文化权利的藏人。报告以青海发生的2起土地占用案为例，其中9名藏人因言获罪，遭当局非法判刑。报告指出，在西藏地区，中共当局继续严厉限制宗教自由、言论和集会。从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当局从位于四川的拉荣5名佛学院和亚青佛学院驱逐了成千上万名佛教僧侣和尼姑，强拆他们的房屋，强迫他们接受爱国再教育。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播报到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藏人行政中央更新了其现有的3种语言新闻应用程序 ，Tibet.net 现可在安卓和苹果智能手机上使用更多的功能。